呢個咁簡單嘅心法，當我領悟咗之後，我就越嚟越幸運，而我發覺揾錢嘅能力亦都隨之變得越嚟越強。道德經裏面有句說話就係己以為人，己越有；己以與人，己越多。簡單啲嚟講就係你越捨得將自己啲嘢俾別人，你反而會因為咁樣而變得擁有更加多。其實喺而家互聯網咁盛行呢個年代呢，我哋係可以做到呢一點嘅。嗱，如果你喺線下呢，你就咁對一個人好，但係好不幸，原來嗰個人係睺住你啲錢嘅啫，係一個騙子嚟嘅。你反而會因為咁樣而終身受害，因為嗰個人可能呃晒你啲錢，遠走高飛，你冇仇報啊。但係如果我哋將呢個思想調上喺線上，去透過互聯網去做貢獻，將我哋嘅智慧啦，將我哋嘅一啲所感所悟啦，一啲心得好有用好有價值嘅東西分享出嚟，你毫無保留咁樣分享，你越分享得多，你分享嘅嘢如果係非常之利他嘅話，會令到好多人得益。呢啲得益嘅人可能就會回贈翻俾你錢啦，又或者祝福啦，又或者佢哋會幫你做宣傳啦，令到更加多人認識你。所以我一直強調，無論你做任何事情都好，其實你都可以透過拍視頻日記，令到你想做嗰件事越嚟越成功。簡單啲，每一日你覺得有價值嘅嘢，你覺得可以幫到人嘅嘢，嗰樣嘢你非常之有心得嘅，你就分享出去啦。今日我學到啲乜嘢？呢樣嘢對我嚟講有咩價值？點解可以幫到你？你就咁樣分享出去啦。咁樣咁純粹嘅分享，無私嘅分享，絕對有機會可以為你嘅人生帶嚟不可思議嘅驚喜。認同嗎？